做学者拢讲这是儒家福音的三个珍珠吼，珍珠吼。啊，三个很重要的比喻，三个最重要的比喻吼。啊，毋过咱常常较侪放伫讲章的是第三个，对无？第三个是哪？是倒一个？浪子回头的比喻对无？吼，今日进课表会甲咱安排，敢若讲头前两个吼，比喻吼，咱得当较侪的精神甲注意力吼，咱来看卖啊。这头前两个比喻其实最重要吼，其实最重要。啊，要讲比喻之前，先讲一个回想的故事。啊，牧师咧讲回想，真奇怪吼，无要紧，真足听。深山内有一个回想，吼，得道的高僧哦，一个回想吼。啊，迄个长征吼，迄个村庄有一个吼，孝路一个查某囡仔怀孕吼，怀孕了吼，哇，厝里人足生气的吼，啊，伫甲爸问讲，你是甲送吼，甲送安尼，要怀孕有即个 baby 吼，有巴肚有即个囡仔，啊，即个少女吼。逼急了吼，啊，佫毋敢讲吼，总偌位上去，总偌位回想去啦吼。哦，啊，厝里人才是大人足生气的，就走去迄个深山内迄个庙内面找回想。你是安怎吼？甲阮查某囝吼，安尼吼生出来啊，吼已经生出来吼，即个 baby 吼，啊，迄回想吼，没有百口莫辩哦，无讲话。伊敢若讲一句，哦，是安尼哦，伊就甲囡仔抱咧吼，收起来吼，啊，这样足生气的吼，对打了，大家拢甲骂吼，甲踢笑吼，甲骂吼，啊，这就常常看到迄个和尚爱抱一个婴仔，四界去人讨呢，敢是讲呢？讨奶吼，讨奶毋是呢，迄无共款，讨奶。讨啉来，互囡仔迄个婴仔啉吼。好，即个婴仔渐渐大汉啦吼。哎呀，即个少女吼，即个查某囡仔吼，良心过袂去吼，就承认讲啊，其实毋是伊啦吼，毋是迄个回想。哇，爸母总做歹势吼，就去找迄个回想，甲回失咧吼，要甲即个囡仔安那，要讨转去吼。啊，即个回想佫讲一句话，伊佫讲安那，哦，是安尼哦。吼，啊，著嫌伊啊，吼。讲即个故事是要创啥？讲即个故事是要创啥吼？你的目睭是咧看啥物吼？你的目睭是咧看啥物？先莫解说伤济，咱经文了，甲转来看即个故事吼。今日的经文在讲啥？一开始伊讲，正有侪抽象的。甲歹人拢来就近耶稣，要听伊。原文敢若写甲要听伊吼，啊，毋过咱和合本圣经甲后面佫加一个讲道吼，要听他讲道。其实原文敢若写到要听伊，所以无论是要听耶稣见证上帝的话，也是要听耶稣的教示，也是要听耶稣伊的家己的伊的生命的故事，拢会使。其实较快吼，反正就是只要。抽象的人，甲遮个歹人来就近耶稣。啊，边仔有一寡法利赛人甲文金学士，吼，法利赛人是啥物人？法利赛人就是这遵守上帝的话，遵守圣经、旧约圣经记载一切规定的一款的犹太人，吼。啊，金学士是咧创啥？各位兄弟，其实我大家拢无解说，拢俩字，咱拢知吼。金学士是咧创啥？文书。金学士是咧创啥？在抄写圣经的人，抄圣经的啦。所以，若定咧抄圣经，对圣经有说无？有吼。所以，这要表明讲，法利赛人因是足遵守圣经，吼啊，照上帝规矩咧过生活的人。啊，金学士咧，对上帝的话有说无？吼，这说的。
因遮个人就伫边仔咧摇讲啥物代志？伊讲即个人就是耶稣，即个人接纳歹人，搁甲因食饭，吼。然后啊，本下接待吼，接待罪人就轻了吼，较轻去啊吼。伊是讲接纳，啊，英文译本都说 welcome。接纳什么意思啊？各位兄弟，你啊，俩做是接待就是接待客人嘛。我讲伤过轻，太轻了吼。接纳什么意思？接纳有原谅、有完全甲接受这个人无？有无？有吼。所以这就是在法利赛人甲经学书因感觉奇怪的所在。这是罪人呢，佮遮抽象的吼，这是抽税的，就是犹奸吼，犹太人的奸叫犹奸吼，伊拢欺负家己的同胞吼。这是罪人，这是歹人，是安怎耶稣吼接纳，佮甲因食饭，佮遐这甲因食饭有啥物大不了的代志啊？敢有这严重？伫咱台湾人做伙食饭。有做要紧无？其实咱台湾人嘛注重食饭的对无？吼，啊犹太人吼，若要做伙食饭是更较严重一件代志，因为犹太人的桌啊是A的桌啊无椅啊，无椅啊坐一对，哈，坐涂骹啊，甲日本人有像无？你着想象日本人，吼，毋过日本人是坐正的。正坐对无？犹太人咧，因坐徛，敢是讲徛，斜，不会吧？哈，他们是斜坐哈，好啊，一只手会撑着哈，啊那这会坐的，啊你若斜坐，一只手食物件，一只手撑着，你的身体会安那？会车去边仔对无？会去挖伫边仔迄个人的身上啦。就是讲做伙食饭是看起来是安那？比恁这么坐咧较清近呢？你拢坐伫顶咧，你去想象你为你边仔啦，甲倒落去吼，安尼感情有好无？所以犹太人无甲清远人做伙食饭咧，因是重要人做伙食，因是家人、厝里人做伙食饭啊。是因接纳的人，较会当做伙食饭，所以这文学书，这法利赛人甲文书啊经学书，因在讲，嘿奇怪，耶稣甲这罪人，阁有其他的经文讲，阁有妓女，有无？吼，你着想象耶稣头倒位一个抽象的人的肩胛头，啊，即摆怀里又躺了一个什么妓女，迄敢会看靠近？吼，所以遮个法利赛人啊，经学书就开始伫边仔摇，这人看安尼吼，开始做即款代志吼。你是列比，你是拉比呢？你是正直的人呢？你是要甲遮个歹人做伙坐倒咧食饭？吼，你开始接纳遮个人。吼，咱会知影，这三个最有名的比喻，是因为有即个议论，吼，是因为有即个议论，耶稣说咧讲。这三个最重要的比喻，吼，咱今日无要讲第三个，吼，今日讲头前两个就好，因为平常时咱拢伤过注重迄个浪子回头的迄个比喻，吼，其实这两个有足水的所在，吼，咱可能无注意到，就是失落羊啊，甲找羊的比喻。耶稣问讲，恁捡无人，若是失落一只羊？你会青放迄99只羊伫旷野内面，啊去找迄只吗？会袂？各位兄弟，你若是够羊的，100只啊减一只，哇！你会去找袂？还是讲无要紧啦，搁有安那？99只，搁生就好啊。敢是安尼？无呢？迄个牧羊人，伊就搁紧去找迄只失落的羊。你敢袂去想讲我去找时阵，那这99只搁走无去边啦？你为什么牧羊人是安怎袂安尼想？好啦，
讲羊啊，咱就毋知啦。迄个客人指数，你有2个囡仔，减一个会去找袂？还是讲搁生就好？会去找吼，讲兄弟，吼，毋是因为失去迄只羊，比其他9只羊搁较有价值，毋是，是因为伊看中迄个失落的羊。吼，我们不要想象成失去的、失去的迄只羊较有价值、较肥，毋是。迄个重点是迄个失落、失落，吼，失落。后壁先莫讲，来，即马来就是失去一个 coin， 一个钱币。迄个互利人就安那，点火，扫涂骹，吼，恁伫厝里捌安尼找物件扫涂骹无？平常时无咧扫涂骹，先刷扫涂骹是无？吼，硬要甲迄个钱币，吼，迄个钱币找着。各位兄弟，那个是银币，吼，伫迄个时代应该是一工的工资，吼，一天的所得，吼，一般的工人一天的所得。伊讲伊本来有10个欠一个，找无一个，伊就拍点火，吼，就来找迄个。各位兄弟，我们要回去，咱转去迄个情境，吼，好，咱即马厝里拢有啥？电灯，暗时啊，就开电灯。掉了一个钱，失了一个钱币，刚好要紧，凊彩找嘛找有对无？我回去迄个没有灯的时代，昨暝我出来骑车骑师大路，感觉怪怪啊，路灯都没开，哦，路灯没开哦，整个规个看起来拢完全无共款哦，迄路人甲那迄个车灯哦，完全无共款。你去想想，迄个厝，土做的厝。无火，窗啊个细，月光不亮，你若落一个银币，要安怎找？真正大家点火开始扫涂骹，真足找对无？很认真的找。因两个比喻，遐尼坚持，遐尼细腻伫找，是毋是因为失去迄只羊特别肥？哇！迄是我100只内面羊王啊！咱饲迄叫猪公，敢有人讲羊公？无吼，上肥的羊啊！所以放杀99只来找迄只，是毋是因为失去的迄个钱币特别金死死？是毋是安尼？看这毋是啊！伊这坚持。这真少咧找是，毋是因为迄个价值，是因为啥货？失去。可能你若失去无啥要紧的物件，你袂去找，对无？用羊做比喻，因为这个羊是伊看中的羊，所以伊心内毋是讲搁生就好。用钱币做比喻，搁是富人人。都学者去甲牵连起来，讲因的文化，未嫁出去的富人人，会用迄个钱币串起来做一个项链，还是放在头上，吼，该表明他们的身份。若欠一个咧，剩9个都袂使啊，吼，并是因为迄个金钱的价值，是因为去互失落去，所以。这两个比喻拢强调讲，后面拢写共款的话，讲已经找到啦，找到足欢喜。牧羊人是把羊扛在肩膀上回去，找伊的厝边朋友，讲我找到啊，恁甲我安那来做伙欢喜。迄个富人人找到伊的钱币嘛是共款，甲伊的朋友讲，我已经找到啊，恁甲我安那做伙欢喜。可能这个比喻是要讲互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听的，所以耶稣特别讲，一个人悔改，一个歹人悔改，伫天顶嘛要安尼为着这个人来欢喜。迄款的欢喜是比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来欢喜更较大，
毋是讲迄个罪人的价值比好人的价值较大，毋是，是因为失落去。这个比喻真简单，毋过各位兄弟，伫咱一般人，咱伫世上，咱的生活，咱的想法是无共款的。你若有一个兄弟跋倒死落去，其实咱敢真正会去甲找回来？尤其这个是得势你的人，你敢会甲找回来？你若要甲找回来进前，你爱亲像耶稣共款，爱先接纳。你若先接纳的意思，就是你爱先原谅。第一，还未悔改进前，爱先原谅。今日的故事有一个最水的所在是讲，有最一开始讲有最抽象的，甲歹人来就近耶稣，要安那听伊，是不是？耶稣咧甲边仔人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讲，这个人因若愿意回来要听，敢毋免为着因即款的行为来欢喜嘛？无一定已经悔改啊，各位兄弟，无一定已经悔改啊。啊，毋过耶稣伊咧提醒这个法利赛人甲文士，只是因为因要来听，要来就近耶稣，就应该为着这个人来欢喜，毋是伫边仔咧摇摇讲，这个人可以甲歹人坐做伙。各位兄弟，因看重点有共款无？法利赛人甲金学士看这个代志的重点，甲耶稣咧看有共款无？完全无共款。佮强调一个，毋是因为较有价值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歹人，这个抽象的，毋是因为因较有价值，是因为安那因失去佮得到。咱当来一开始迄个回想。当这个无好的代志发生，厝里的人，包括这个少女、这个查某囡仔，因看是啥物货？因所看是啥物货？因看的重点是伫倒咯？是歹势对无？是见笑对无？这个代志上好莫发生。啊，若发生开始要指责，上做毋对，上做对，做毋对。啊，毋过这个回想所看的啥物货？伊看到人的失落甲需要，伊看到这个跋倒的查某囡仔需要帮衬，伊看到这个婴仔无人照顾，所以伊敢若讲一句话：哦，是安尼哦。伊就甲这个囡仔接起来，伊家己去互天笑，也是责备。变做无要紧的代志。当村里人要甲囡仔摕转去的时阵，伊嘛是干那讲一句：“哦，是安尼啊。”各位兄弟，这个回想所看的，甲遮其他人看的是无共款的。耶稣所看的重点，嘛甲法利赛人甲遮金学士。无共款，这个法利赛人、经学士因所看到的是耶稣，你真做一个正直的犹太人，你阁是拉比，阁是老师，你较会当甲遮个人三甲斗阵坐倒，你会去互因污染去、污染哦。犹太人最重视这个，最重视这个代志，哦，去互罪人做伙。你会被它污染，这款的污染不是 physically， 不是身体的污染，是迄个伫上帝面头前，你无法度正做有迄个资格来到上帝面头前的人，你是不洁的。金学士因看的重点是伫遮，袂使讲毋对，这若叫
圣经的规定，因所顾虑的代志是对的。啊，毋过主要所看到是啥物货？主要所看到是甲当作遮的人是上帝的百姓，因失落去啊。主要所先接纳遮的人。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上敖讲疼，上爱讲疼，上爱讲有真理伫咱的手中，有上帝的疼甲咱做伙。毋过常常咱是一群上袂晓接纳的人，咱常常无法度接纳想法甲咱无共款，做法甲咱无共款，立场甲咱无共款，尤其是对圣经的看法甲咱无共款的人。咱若基督徒认为是歹人的人，因若无悔改，咱就绝对无爱甲因交陪，是吧？我怪你拢无爱甲我交陪，你们都不理我。各位兄弟，啊，毋过主要所基督已经有一个模范伫大身，伊看的重点，甲遮个人的重点是无共款的。伊看到迄个失落的人的需要。各位兄弟，恁捌犯过这大的罪无？恁捌做毋到这大的代志无？哦，你们怎么那么乖，都没有犯大错？你若捌犯过大的罪过，你会当了解，你已经家己先无接纳家己，你嘛预期别人袂接纳你，你会甲家己安那封闭起来？你要相信无？各位仔，你要相信无啦？我伫美国时阵有一段时间做落魄。我认为我做这大的罪，我唔敢去做礼拜。嘿，唔敢去做礼拜，啊，毋过只想要去做礼拜。我只好吼，礼拜日早时啊，比别人较早去教会。吼，啊，冬天的时阵吼，拢落雪，我着一个人先甲教会外口迄个人行道店嘛，会安啦，吼。吐好前去，啊，就转去啊。即摆礼拜刷的时间，我阁走去教会，开始摒扫，倒垃圾、扫厕所，啊了，就阁转去啊。算我有做礼拜。后来我总去另外一间教会做礼拜，啊，迄间教会哦，看我个性会当服侍。就开始要叫我服侍，我已经安尼世界走逃命的已经走去另外一个教会啊！你佫叫我来服侍，我就无资格服侍啊！因硬要叫我做 council member， 就那亲像咱的长老，我无法度，我就即个礼拜徛伫上头前，对所有的人讲我做毋对的代志，啊，讲了哦。所有人拢徛到头前，甲我揽咧。我无哭，因拢先哭啊！讲无要紧，我们接纳你。啊，我嘛惊，好啦，恁接纳我啦，我就开始伫迄个教会服侍。拢做代志不太坦然，安尼吼，佮惊吼。啊，有一天有一个姊妹，一个妈妈吼。走来甲我讲，思豪啊，伊讲吼，我看你好像还是不太原谅自己呢。我说，我说很困难呐。啊，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，思豪你要记得，你要记住哦，那上帝已经原谅你，啊，你佫无愿意原谅家己，无你是比上帝较大吗？哇！好强骂呢，为迄天开始我就学习原谅家己。
各位兄弟，我想要讲这个例，我要甲恁讲的，是你四周围的人，若有得失你的，你的边仔的人，若有犯大过犯的人，你爱知影，检查伊伫挺好，你接纳伊，因为伊家己嘛无法度接纳家己。主要说，伊做重要的一个模范，就是伫正人无法度接纳这个人的时阵，伊家己先安那？主要说叫做伊先接纳这个人看轻的人，这个人所有人看轻的，所有人认为无重要的，所有人认为讲，迄若失落去安那，个生就有啊啦。吼，啊，毋过主要说基督。伊无认为，个生就有，伊失落即个，伊就要甲即个找回来。各位兄弟，咱生命边啊四周围，的确要有即款咱的兄弟姊妹，的确要有即款失落的人，毋免犹豫。当咱若要接纳。咱若要帮助伊来接纳伊家己，天顶的天使就为着咱即款的行为安那，同齐欢喜，会花解袂？无拄拄好，吼！啊，毋过咱大家先接纳，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爸，阮真正。